由今日開始一定要減肥，我會戒晒所有嘅零食同埋碳水。算吧你，琴晚之前有5包薯片，2盒公仔麵，話減肥喎。今次唔同啊，你睇下，我 download 咗健身 app 同埋報咗線上瑜伽班噶啦。乜鬼嘢加班啊？上個月報完跑步，去咗1堂啫。咋？跑步腳痛，我都係唔去。唔同噶啦，今次我仲特登買咗代餐，每日淨係食沙律同烚蛋。沙律要點沙律醬，烚蛋要點辣椒醬，仲有唔係㗎，嗱，我今日仲要特登 set 咗每一日行幾多步。講經咩？琴日先得個300步，大部分時間攤喺張梳化度碌劇。因為琴日這一個啫，今次唔同啊，同事阿珍同我一齊減，佢會督促我㗎啦，一定冇事。珍薯片嗰個啊，琴日先 po 完 story， 話食 BBQ， 再踢埋你一齊去，你話好喎。嗰個係最後一次㗎啦，今日一定開始減肥。減肥要返工，要認真返工，其實係攝時間。咁攝時間都要攝得開心㗎嘛，起碼我有諗啊，好過連諗都冇諗啊。諗啊嘛，飲珍珠奶茶落去，小甜豆冰，當係 cheat meal 啦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加多啲珍珠喎。852 Market.com 係香港電商平台，有超過800款產品，包括外國及香港大型品牌，支援各款支付平台及派送物流，歡迎優質產品上架。詳情請到852 Market.com 了解。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，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。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